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合伙人吉杰。跟我合作的这位歌手今天选择了一首非常经典的爱情歌曲，《爱是永恒》。爱是永恒。这首歌好。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，他经历了好几次低谷，但是无论经历了什么，他说他的先生一直把他捧在手心，疼着他，爱着他。所以今天他特别想借这个机会感恩一下自己的先生，同时想把这份感恩的感情送给所有捧着他、爱着他的观众朋友们。掌声有请杜丽莎。祝手。这电影很感人。对。哇，好美啊，这个背影。有始不有終，能受百樣痛，從沒有合約合同，但卻跨時空。這滔滔不息的愛，我贈給你用。這一生和下世，有幾多全奉送？閉氣的眼中，無論重又重，仍是見着你面容，在我心湖中，這份愛永遠都存在，共你同在。無盡永恆中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愛是永不死，穿過喜和悲，跨過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過萬個世紀，絕未離。愛是永恆，當相愛是你。兩手雖似空，其實抱着你，其實你沒有別離，在我心湖中，每掠過也似風撩動，令這湖上無盡眼浪湧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愛是永不死，穿過喜和悲，跨過生。
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, John. Kubert. 我爱你。学长，福笼罩。对，我好想跟他合唱一首歌。哇哦，谢谢，谢谢杜丽莎老师，掌声不停。很开心哦，你给我很多很多爱，我很开心。杜奶奶，杜奶奶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在本季歌手的第3期节目，我的音乐合伙人赵雷来到了这个舞台上。今天呢，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呢，就是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，他不能再唱自己的歌了。他选择了一首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的民谣。那这首歌的作者呢是民谣歌手钟志刚老师，今天呢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。OK， 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赵雷为我们带来《月亮爸爸》。哇，好期待。第一次听他唱别人的歌。哎，他今天不弹吉他。